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我是陈明珍。今日节目组团队呢，讲条行业台北市士林区的沙爱道。我不晓得讲李总基的老屋呢，其实清朝咸丰年间起到今已经896年历史诶。古受到100年的时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来指定做係视听的历史建筑。像样嘅历史建筑呢，到沙爱道地位都有50万多啦哈。不过以下其实全部面临全期期摊证书嘅大规模嘅开发嘅案例哈，都大家都有历史意义嘅老屋嘅，然后沙爱道同城嘅连接，韩国当地4000人户万个人啥嘅沙爱道居民，佢哋面临一样最大嘅一开发案，佢哋嘅命运係用把佢所影響。市政府咁話好好聽佢哋意見。自從民國104年6月27號，台北市政府行業沙愛道進行戶外開工以後呢，也提振區嘅土地開發總處，做當地信用中心坤天庭設立一隻樣嘅工作站，講嚟熟悉沙愛道嘅民眾對一種開發案嘅意見係乜嘅。以下3年過去嘅，內政府也有條件嘅通過嘅沙愛道嘅都市計劃嘅開發案哦。不過當地民眾係因為講，佢哋生意冇好好本人採納，韓國對一種嘅特別是有史以來最大嘅都市計劃，我哋全期證書。240人公頃安泰嘅期攤證書地位度，佢哋建議也會受到生態影響，冇得到好好嘅照顧哦。底下行業法案嗰種，堂堂大體相關意見係乜嘅，堂堂專家學者嘅想法係乜嘅，一請共同嚟關心。以下節目講頭來到嘅沙愛道地位對福安各種嘅大樹下，堂堂採地嘅沙愛道嘅鄉親對一個台北市有史以來最大嘅都市計劃開發案，沙愛道嘅開發案，佢哋有乜嘅想法吼？台北市有46萬嘅客家鄉親，你喺根據103年嘅時間，行嗰個客委會所做嘅調查啦哈。所以講呢，要按照客家鄉親帶到台北市呢個地方來討論，你關心一個台北市有史以來最大嘅都市計劃開發案哈，我想。係值得大家共同嚟關心嘅，也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提嘅呢係台灣大學建築樓上鄉研究所嘅副教授康明杰康教授，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的郭宏儀郭律師。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再來係台北市士林北投區議員何志偉何議員。美珍好，大家好。其實節目製作單位也有試圖好幾次跟台北市政府的相關的局處單位來聯繫哦，但是最後他們決定不出席這一場村民大會錄影哦。那原因其實並沒有說得非常詳細，所以我們也不妄加去推測了啊。但是只能告訴大家說，我們有盡到邀請。好，那來看看它的開發。其實社子島並不是沒有人開發過，它只是要來再開發。社子島最早是在平埔族的時候哦，但是等於說新康熙年間就已經有人開發。那時候後來漢人就陸陸續續，泉州的同安人就來了。那一直到民國52年，當地的鄉親都非常印象很深刻的葛樂里颱風。葛樂里颱風那個時候造成台北市大淹水，那時候剛蓋好的石門水庫，為了怕這個會受到毀損，因此呢，以每秒1萬立方公尺的這麼大的水量來洩洪，使得漲潮、海水倒灌等等因素，造成社子島淹水淹了大概3天3夜左右哦。那因此呢，從此這福安里、福州里呢就變成是滯洪區了，因為淹水淹得太嚴重了。那因此呢，在民國隔年呢，這54年的時候呢，就在基隆河鑿了一條新的河道，那防止基隆河氾濫的堤防氾濫哦。那我們再來看到是，其實在2005年的時候呢，這個很重要，就是在陳水扁總統那時候，圓山子分洪，基隆河的圓山子分洪做好之後，再加上堤防也蓋了，8個抽水站也蓋了之後，其實社子島相信說已經很少淹水了啦哈，就是說下大雨可能會積水一下，但是很快就退了，所以也就因此。它就變成了是有後來的，從本來是禁建、限建這樣一個
这个红泛区呢，变成是有可能来开发成台北曼哈顿这样的计划，或者说像这一次我们说的要来做这生态社子岛的开发。那我们目前看到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2月份有进行 iVoting， 那生态社子岛规划是当时候是比较多人来选的哦，虽然只有3%5%投票率，但是它也得到了5%9%左右，将近6%的得票率。那在6月26号呢，内政部这个都委会已经有条件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社子岛的开发案。那目前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都带来沙的民众对了开发案，对佢哋实实推带到沙的地位度，其實因為其實你生態沙的開發案對佢嚟講唔係非常非常中意啦，但是其實相反嘛，梗係成等等新聞記者剛才有去了解一下。社子島係基隆河同淡水河夾水產生嘅沙洲，往排居民造農，供應北部地區嘅青菜。但是人之直接飲水，喺民國59年開始，延平北路7團到9團列作風風區，順德新區就係正區，環境體貌之像係填土48年前窮款。就多了社子橋，因為開發就多了社子橋跟中美橋，然後。其他的感觉并不大，变化感觉并不大。其他人讲，哎，这岛会淹水，其实人家讲这个，我早就跟他说，早就没有这个问题，老早就没有。因为有那个工作站、抽水站啊。但每頭路高質量，還有嘅路選來認識各種無相關嘅區域，列到做下係居民種嘅幾下年嘅成果。多三建築物內行有廢配，居民跟來使用阿剪片臨時來講。面臨市政府而用期團徵收全面修造社子島的體，居民更較少帶嘅環境無改變，還較少當地人文風景要停建變配。些像那個燕弄土地公那些文化，不是說只有留那些路段而已，那人走了，這些人為活動沒有了，那就等於像一些文字館、文創館一樣，或者是像他們只是放電影。那整個帶來的效益根本就不大，意義也不大。邊嘛是無，擱再通安尼出去較好處理。所以遮後壁的時陣，才擱增加迄個攞用的。就像到阿美氣候物，就本人徵收，我想持續些居民還較實在唔得。較早是起個啥物天井，較總控的，攏若風颱啦、落雨攏壓甲規內面，所以。佫搖遐啊，佫來佫換布遐安尼啦，當一遍一遍哦，甲即間厝安尼慢慢啊，甲用較好安尼，所以哦，一路行來嘛真辛苦啦。迄陣啊，毋是講，像你講共買即落邊的厝，攏是安尼家己安尼買石鎖啊，啦買一寡建材叫師傅來安尼起。對社子島自我改變，居民唔係做下買，更係希望是保留本來嘅面貌。葡萄居民同建築物改起，用切無影響居民嘅方式來改善今日嘅生活。好，我们刚刚讲到说，事实上是目前社子岛已经是在内政部已经是有条件的来通过它的这个部分。它有3个附带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是要做好聚落保存。其实这个地方有台北市定的历史建筑有5处哦，有李中记宅啦、李和新宅、燕楼李宅等等等等啊，有5个这个历史建筑，所以要做好聚落保存，文资也要做好妥善的这个保存。那另外安置计划呢，要逐户列管。这边讲到说有4200多户，但是很多的是这有地没有房子，有房子没有地，没有地没有房子，但是有现在居住的事实，所以要逐户做好这个列管。再来是在区段征收的计划审议之前呢，必须要办理公听会。好，但是目前是这个台北市。这个内政部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3个附带决议了哈。那事实上呢，当时候也有提到说，是不是要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环评啊？那当时候这国发会是有告诉台北市政府说，因为这个变更了这个计划跟100年时候所公告这个主计划呢，已经有太多的这个变更了，从低度开发已经变成是中高度开发，所以已经类似新定的都市计划，所以这个环保署的副署长詹顺贵是说，这已经类似新定都市计划，建议要做政策
的环评，但是台北市政府说这个100年就已经公告主计划了，所以只是变更这个都市计划，所以不需要做政策环评，只要在台北市环保局做2阶段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估就可以了哦。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何志伟何议员，就是说事实上您也赞成说不要做这个政策环评，您觉得这样可以加速开发，解除这个社子岛将近48年来禁限建的这个委屈哦？其实社子岛过去的时间替台北背了非常长久的十字架。那我们在这里面临的是经济的戒严、空间的戒严、时间的戒严。那现在人民对政府最不信赖的其中一环就是效率过低。如果说再重新进行所谓的整个政策环评，时间又要继续拉、继续拖，那我们必须很务实的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社子岛最重要有两个环节，一叫做时间，二叫做安置。那我很感谢主持人刚刚把社子岛大事记整个全部 run 过一次。对，那在最后一个1970年，民国59年就被做是禁限建的这个洪水泛滥区。是，那当时候像社子岛开发内政部正式通过之后，我想谢文嘉里长跟李里长在这边办公室电话整个接爆掉了，居民打电话来问说，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反而很担心，是因为是不是再隔个几年，我们房子就要被拆光光，全部被迫迁掉？那有屋无地、无屋无地的人在这边未来安置该怎么办？所以我还在要求说，应该要做所谓的个案的环评。过去这些主要计划、西部计划，我想都已经大体上都已经定案了。对。那社子岛，我们的政府说，你房子不可以增建，你坏掉了，大家都要偷偷摸摸。像是被逼着要去违法，台风屋顶吹走才可以去修缮它。那你看一个家庭以前的3合院，好几个家庭，也许兄弟都是用一个厨房，或用一套这个卫浴设备。所以现在社子岛有很多是一个门牌号码住了7、8户，从阿公开始到爸爸、叔叔、阿伯，然后到孙子、大堂哥、二堂哥、三堂弟都住在一起。是，那所以在个案环评里面，这样子的个案我们会强烈的提出来，并且进行要求。那我认为让他的权责单一化、单纯化，在市政府这一边，只要我们希望我就直接从政治的能量来讲，或者是问政的能量来讲，让他可以更专业的、更精准的，而且问责性比较强，是落在市政府身上。这样子，我的有限的见解是长这个样子。以上报告。OK， 好，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康老师，就是说目前要办理的这个面积大概有2298.65公顷，那台北海院是另外算了哈，那还有公共设施可建筑面积加起来是这么的多。很多的乡亲都说，事实上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好几代的人生养在这边，我们可能是其实我们最希望是就地改建，解除禁限建。可是你们在工作坊里面收到这些意见，在 iVoting 的这些案子里面有看到吗？台北市现在就提了一个叫零方案，就除了生态社子岛，就是一个不开发的零方案，让现在社子岛的居民完全没有选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居民的需求都讲得很清楚，可是为什么不能够依照这样子的需求来另外想象一种开发的逻辑，也就是不要全区段征收。那当时其实是很希望就现有的聚落，如何能够因应未来的防灾，有更多有弹性的、有韧性的自我的培力过程。所以当时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比较从聚落文化作为一个基础来谈一个整建改建的机会。那么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田野，其实会关心到不只是一种叫做居住的概念而已，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刚刚讲禁限建的48年，而是更长久，就在这边落脚生根，不知道已经有几个世代形成的一种聚落文化。然后这种聚落文化里面包含宗教，包含他们的产业，就是从农业到后来的传产。我是觉得在我们现在讨论未来的开发案的时候，如何能够维续到这种邻里感，甚至是一种在地文化，特别刚刚有提到像耶弄土地公的机会的话，对，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专案住宅，它其实就把这种历史的脉络啊、社区纹理，就整个就把它割断掉了吧？对，因为它的逻辑，事实上区段征收，简单的讲，就是当
政府没有钱直接征收，所以他用了一个他自认为很聪明的方法，但是真正有跟市政府交易的只有地主这样的角色。可在这个地方，他有太多代，到最后不是只有用地主这个概念来看，而是我们知道利害的相关的人太多了，因为有些人是有屋无地，有些人是无屋无地，可是在这边落籍之后都经过了几个世代，没错没错，而且是非常久落籍在这个地方。那事实上，我们如果就法来论法的话，很多人会说，就其实区段征收不错啊，还有配着安置措施嘛。但是区段征收是由政府单方面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哦，甚至包括这些他们土地以上私有财产嘛，没有了土地，没有了房子之后，他的居住权、工作权，好，这都会受到相对的影响。那我们也知道说，事实上，台北市公务局也说了哦，社子岛80%的土壤是属于高度异化的浅市区，这样一个高度异化浅市区，80%的社子岛都是这样的土地，它适合做这么大区域的全区的区段征收开发吗？而且面对4200多户、11000多个社子岛居民的权利影响这么的大，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除了全区区段征收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比较符合能够照顾到我们这些社子岛居民的？社子岛的环境的改善，它的改善的前提需要大规模开发，还是说社子岛是为了要进行开发，所以要有更大规模？一个是开发的目的，我就是要大规模开发。那如果说回过头来说，因为社子岛长期以来都是在一个防洪的问题上面去做讨论，所以它都会扣连着一个，就是到底防洪的问题有没有被彻底的解决。而防洪的问题如果能够被彻底的解决，那我们希望的社子岛，它原本被禁限建的问题已经解除了，那它为什么还需要更大规模的开发或更高强度的开发？也就是说，回应到居民这边的想象，我们只要能够原地改建，就可以满足他们在土地使用上的需求。如果说居民因为这边社子岛很多是他们大地主，他们很多是家族共有的情况之下，他们透过家族自己可以来处理土地的问题，自办湿地重划或都市更新，他们不但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土地的问题，而且他们可以顺带的解决家族之间居住的问题，他们可以透过自己家族之间的沟通方式来解决所有住的问题跟还有就是土地争议的问题。如果这个是可行的话，其实相对于全区区段征收对于人民的财产权的一个侵害，或者是全区区段征收之后对于他们整个生活的影响，我想透过其他可能自主性以社子岛居民为主体的一种开发方式的选择，会是对他们比较有利的方式。好，那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市政府说我有办过 iVoting 啊，让这个社子岛居民来这个投票啊，哈，那这个 iVoting 呢，我们知道说，其实社子岛它的现居的这个住户，当时候办 iVoting 的时候，大概有14478人这么多，那去参与 iVoting 的人呢，有5091人。好，这大概是5%左右投票率。最后呢，是有3032人，大概59%点多，将近60%的人呢是支持所谓的第二个方案生态社子岛。那换句话说，有11446人，他是不支持，甚至他觉得说不要开发。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个机会交给我们社子岛乡亲，也许您就是那个不支持也反对开发的，或反对区段征收开发的11446人其中一个。好，这位大哥。好，主持人你好。嘿，那当初投这个票的时候啊，我们要不支持他，当初是推出来是3个方案，到最后1个礼拜的时候，他再推出第4个方案，不开发，而且他这个投票又不是像我们选举的投票方式，他是开放网络可以投票，你不住在社子岛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投票。那柯文哲的网军他就投了好几千票了啊，那我们居民实际去投了。有投到吗？我还帮我朋友不住在这里的，拿他的身份证去帮他投票，也投进去了，就是不支持啊。所以你也试验过？对呀，就是事实啊。所以说，在这个社子岛的开发案里面，我在要讲的是柯市府啊，真的是对社子岛人哦，真的太无情严苛了。今天他说我们社子岛是一个违建，说实在的啦。违建，你国民政府还没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这里了啦。是他们来了以后，发生了台风，
52年对，就是把我们纳入滞洪期，是他们违建是他们在讲的，不是我们在讲的。而且他现在说安置，说实在，我们都被外面的人误导，说安置，奇怪，人家市府要盖房子给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要？错，我们不是不要。是市政府出钱盖房子给你们住吗？不是啦，他安置的，就是说我盖了一个像地堡那么贵，你们就是来买。你买不起，你就是不要住在这里。安置是要花我们自己的钱。你拿了底价地的这个费用拿去付头期款，还不够哦，还不够哦，对不对？是要用钱给他买的，不是说配售。对，就是配售。所以有些人都误打了，说安置市政府就要给你们安置，你们怎么不要？好，那旁边还有位大哥，是不是？嘿，我工厂你做参观。你全面区段征收了后，我头路也无啊，我阁遐济岁啊，头路也无啊。你要叫我去倒找第二春，事业的第二春，对毋对？啊，莫讲立厝啦，饲囝就无够啊啦。所以讲我就是本身我就是反对啊，区段征收这个开发案啦。谢谢。好。没有人来真的去了解说，这11000多个现在住在社子岛居民，他们是不是有多少人是符合这个台北市政府现在所谓的可以去承购或承租专案住宅的资格？因为这个资格是有限定的哦，不是说每一个住在这上面的人都有资格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内政部他会说要做到逐户列管，安置要逐户列管，就是说每一户不管是这个门牌号码，它有7户有8户，这个门牌号码住了30个人，住了50个人，你要去做一个很完整的这个规划，这个安置的计划，内政部才会准予在最后核定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居民都很关心说，他们的生活在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影响？先跟着新闻记者镜头来了解一下。社子岛要发展，不要前区区段征收。台北市政府为了开发社子岛，按算用期摊征收，本居民过后是优先配属，也是用租的。但是对带头社子岛其他10年的居民来讲，可能是当重的负担。我嘛无希望区段征收，因为我有一间厝安尼大好好啊，后边要流浪街头，我是无法度啊。要立厝咱嘛是无法度啊。厝阁放。大个互人100平剩40平，这我嘛是感觉足无合理的。可是其实这边的居民就是很大部分他们的社经地位并不是太高，那也有很多是经济比较弱势，那或者说职业比较弱势的，那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负担。就台北市政府规划居民的建物同农地，所以用其他征收来征用。但是多年来，其实居民有屋无地、有地无屋，就係無屋無地的情形十分多。就算有屋有地，各個人口加速的人口當多，分配產權有當多的爭議。所謂的全面安置是你要符合條件才能被安置，那不符合條件的人其實很多。那還有包括社子島，大家都知道，一門牌多戶，所以你要這麼多，一個門牌裡面可能有8、9戶，但是可以符合安置的，可能就給你2戶，就這樣子。那其他6、7戶要怎麼辦？短年研究都市計劃好像認為，連晚台北市東島屋走下空空，建議使用資源行的方式，幫居民先係咩社流到當地，也同今年配到的人賣出去，去配的位數來帶。那你為什麼不讓社子島的居民人來分享你要再開發的利益呢？就是容積啊，你給他多一點獎勵啊，因為他創造了公共利益啊。台北市長選舉傾線政見天初我提到建設社子島，但是市媒做下無力。就算台北市政府連晚3萬加價來做開發計劃的相關發展重點，對居民來講，開發按無確定限有徵收量後帶來的改變，係今年多年來牽涉嘅問題。来看看，就是说，在台北市士林社子岛地区区段征收这分析报告里面，这个呢其实是台北市政府他们自己在105年6月17号这个公开展览，这个当然也在社子岛公开展览过这个计划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东西哦。他说，开发的总费用呢，他先假设社子岛居民可以拿到的底价地呢，这个是发还比率是40%。
不是每个人一定拿到40%，是最高可以拿到40%。所以居民听清楚，不是每一个人一定拿回40%哦，是最高拿到40%。好，那开发年期呢是11年的状况来看。好，那这个如果说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1成领取现金补偿的地价，9成领回抵价地，那本地区的开发总费用大概是799.62亿元。这还不包括盖那9公尺多的堤防的费用。好，那为什么很多乡亲会觉得说，事实上你把我赶走是买不起这里的专案住宅？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柯市长自己本身也很清楚，这里的家户所得，这是公开的资讯了哈。社子岛居民的家户所得是2016年的统计，台北市平均每一户的年收入是168.8万。我们社子岛不管是福安里还是富州里，年一个家户年收入是74.7万，连台北市均值84.4万都不到。换句话说，很多的社子岛居民因为近县界的关系，他们的发展受到限制，他们很多在经济上、在社会地位上是相对弱势的。那这些民众，他们怎么能够在拿到最高40%抵价地这些折换的金额之后，他还能够去买专案住宅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郭律师，就说，其实很多民众现在还搞不清楚说，这个拿回来抵价地是一定是40%吗？还是说40%之后，他也许将来是要去承购这个专案住宅？可是专案住宅，也许我抵价的是农地，我专案住宅是这个建地，这中间还有这个价值不同折算，可以跟我们稍微讲解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觉得说，他们是马上变成产条了，还那么多抗议的声音。这边区段征收我要讲的是40%是整个抵价地的总面积。它是40%，而不是整个区段征收里面抵价地的总面积不能超过40%。对，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拿回40%。对，它是一个总面积40%的概念。那实际上它有个40到50，可是一般来说，他们市政府的开发都会选择一个40%这个最小的一个比例。那整个在土地地主他在拿回抵价地的过程中，还有包括说开发成本的比例，还有就是整个土地价值的比例，所以它其实不见得你之后拿回来换算回来的土地面积会是原本的40%。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我被征收的假设是农地的话，我拿到的抵价地是农地，但是我要去承购专案住宅，那就是建地。所以我的抵价地从农地到我承购专案住宅建地，这中间有些价值的折算，是这个意思吗？会有一个开发利益价值，还有包括就是说市政府在开发整体的它的建筑成本的部分，它也是要必须纳进来计算，所以它不但是未来它的区位的土地价值的问题，还有就是市政府它投入的开发的成本也都会被纳进来做计算，这样子。好，议员好像要补充是不是？其实我能够理解律师的想法，但是社子岛有一个环环相扣问题，因为毕竟禁建了50年。那我打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住户。他30坪的土地，上百个人去持有它。那如果说不透过区段征收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法的话，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稍早，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是说，如果都更可以解决这个台北市都市老化的问题，包含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台北市不是社子岛，那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区段征收。它是一个必要之痛，那但是我在过程当中，我身为在地的议员，有2件事情，这是我最后一个会期，我们也跟市政府达到相对应的共识了。在欧洲，我们都有所谓的社会住宅，那台湾这几年也疯狂的在新建这些社会住宅，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那社会住宅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浮动租金，就是说，假设你的月收入是1万块或者是10万块，他只取，我想教授这边、律师这边应该也知道，他只取你可能特定 percentage， 可能跟你拿10%或者是几%的这个 rent， 他这个租金。那我觉得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解决现在所谓的有屋无地或者是无屋无地的困扰。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还是要再跟市政府呼吁一下，大家还记得？台北市是哪里的投票率最高？投给柯文哲的就在现场，就是社子岛2个里，超过80%人都投给他。
那为什么社子岛今天会变得如此的愤怒？我们的居民痛是痛在哪里？是因为先伤心，后来变生气，是因为柯文哲当选之后，他不仅仅骂老人家是贪婪的，他也叫社子岛人是贪婪的。他一切当他无能或者是他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冠上贪婪2个字。当时就说社子岛钱发一发，不要开发。但是我也期待社会大众不要这样子在看待社子岛。那我这边也具体2个绝对的政策建议，就是说，土地的持分的问题势必要去解决它，因为不见得是在地的地主，他怎么可能你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为什么要给你持续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安置非常重要的课题。那另外一块就是未来就算有所谓的配售宅或者是租的房可以租的话，我们务必要让我们在地的居民在一个可以接受、可以容忍并且住得起的状况下进行所谓的安置的一个政策进行。好，那其实目前不管是承购专案住宅或承租专案住宅，它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资格限制，说在民国77年8月1号之前，你在社子岛有社籍，你户籍设在这里，而且有门牌的，那就可以承购专案住宅，一个门牌可以买1户。管你这门牌里面是住一个人、2个人、1户、2户、3户都一样哦。那再来就是说，没有门牌有居住事实的呢，可以来承租专案住宅，这是2个部分哦。那但是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康敏杰康老师说，事实上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地产业者来进行调查过了。目前呢，社子岛的这个门牌号码呢，7成已经被门牌被买走了。所以将来能够这个有一个门牌配售可以配售1户专案住宅，基本上很多都不是社子岛的居民。那也有这个地产开发商算出来了，目前1坪20万，将来全区区段征收之后，1坪可能上看50万。这些利益难道真的可以回到我们这世世代代居住在社子岛的居民的身上吗？您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有什么样提出建议和呼吁？我想居民会这么生气，大概原因也在这里。我们从来真的老实说，连刚刚在讲社会住宅，我们的条件，因为实在是量太少，等到他真的有承租权，我还不想租金哦，能够住多久？他在这地方住了2个世代，我现在认识太多这样的人，到最后他可能就是3+3，然后之后怎么办？不知道。所谓3+3是3年加3年。好，只能承租6年啊。对啊，就是依照我们现在社会住宅，但是他现在是说可以到12年啊。可是这些事情其实是台北市政府自己定的，你要怎么样来调整？这个后面就是有很多的议题，但是他现在跟居民沟通的条件就是如此。我先讲一个前提，就是这些人要先离开，他才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盖安置住宅。这些人要去哪里？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说清楚过。我们刚刚也在问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的副市长说，有可能比2020年动工要提早1年，明年年中就可以来动工了。怎么动？你要先把这些人移走，你要移去哪里？你要跟这些人谈条件。这些人不是数字，这些人是活生生的住在这边40年、50年的人。他要去哪里？那边的地方租金是什么？他居住的条件是什么？租期多长？全部都没有讲清楚过。我也在问周美里的那边的里长，我们也这边的里长也都在做，大家都还搞不清楚福州将来立刻要走的这些人要去哪里。如果连第一个部分都没有搞清楚的话，第一期的都还搞不清楚。第一期这些要盖安置所谓的专案住宅的这些原居民都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后面那个更大规模的整个聚落拆迁，那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的不是数字，就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又不是单一个别的人，而是他是一种居住在这地方集体生活这么长久时间的社区社群。那我觉得这个后面有很大的社会议题、文化议题、经济议题。你包含说刚刚提到的工厂，其实工厂也应该好好做调查，它都有多少类型的工厂？包含主持人都知道有家具工厂，这个地方有艺术家在这地方租的仓库，有马戏团的表演空间，都是在叫做工厂的空间里头。他们为什么会来？图的也就这个地方的租金比台北市要低，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因为还包含涉及到很多居民就在工厂里面工作的。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严格讲它的环环相扣的经济生活的链接，你一旦有一个地方解掉了，很可能你要伴随要处理的
都不是说我帮他弄一个产业专区，我去想象一个未来的科学园区可以进来，那到最后原来的居民可以到科学园区干嘛？很可能只是能够去那边扫地。这些后面其实有很多产专区需要的职能，可能是社子岛居民目前现在不具备的。它会有门槛啊，包含所有的安置住宅都有一定的门槛。现在内政部要求的安置计划里面，其实最基本就是你要把社子岛所有社会条件、经济条件逐户的调查清楚。我们不是要公开个资，而是这个统计它需要分析。像他们在做问卷的时候，就问到这些居民说，如果你们期待能够买得起的房子多少万，他就给了一个 range， 然后最后就说，大部分人喜欢住在一个600万的房子。600万是什么意思？你市政府能不能盖出真的一个600万的房子？我们还不相信嘞。所以那个后面其实又伴随很多，他们能不能买得起、租得起、租可以租多久？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安置住宅后面的提供必须要一一能够回应的，不然你西部计划也没办法落实。好，我问一下富州里的里长，就是李里长，你们里民对于这样的要全区征收，然后有很多的居民可能不具备去承租或承购这样专案住宅资格，可是这个部分并没有人真正来关心，他们反映给你心声是什么？你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以现在很多人就是现有房子的人，有的已经50、60岁、60、70岁了，以后既然你有办法拿那一间房子去抵押，他还考量你拿什么薪资，拿什么以后什么所得来还那些债务。还要找好几个人帮你保证，你才能够取得银行的贷款。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讲的，就是 I-14 的时候有3张图啦，就是硬核社子岛啦、生态社子岛，还有一个咱的峡道，就是包括现在在推的，就是在地聚落保存，就是原有现在的聚落，就是好像有7处还是10几处，他是有提这个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哦，比这个硬核社子岛更糟糕，因为它是容积120，要缴20%的开发成本的底价，就是你还要拿成本，然后160的要拿40%出来抵，然后就是现在我说我们这边昆天亭的后面那个就是4层楼的，以前2管处花的建造4层楼，2项进去57栋也是花建造有建造的4层楼，我说那个容积都超过300，那现在我容积变成160，你还要还我多少？啊，政府就没有人要回答，我容积300的，现在跟你换160，你要不要找我钱呐？我的农地要跟你换成建地，我还要贴60%，那我300的容积跟你换回120、160，你政府还要不要贴我钱？好，我们问另外一位里长，这个福安里里长。今日讲48已经禁建48年，你要甲咱开发，我今日甲要求一个特别拆迁安置补偿办法，主要是讲议会，你市长送去议会，互议员通过。我讲咱48年，阮无搁差等迄1、2年嘛。何志伟议员甲潘怀忠2个伫富安国小，伊嘛讲你送来就是阮的代志。结果伊卖啊，根本我讲，阮提议的伊无要做，对无？阮甲讲，你认定要放宽，因为这是你历史工业，较早便所是放伫外口，到时用来用大肥、用田，这是历史工业。我讲这爱放宽。迄个楼梯要爱向外口，我讲你这嘛爱放宽，因为兄弟拢踮到阵嘛，对无？1、2楼、3、4楼，有诶5楼才分3间，2个无爱相抬，对无？所以讲我讲啊，发生这会比大埔较严重啊。好，你社子岛开发会比大埔较严重啊。好，谢谢里长的意见，谢谢。穿黑色衣服大哥嘿。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区段征收，它有没有必要性这件事情。因为它毕竟是剥夺老百姓的基本的财产权，所以必须要有必要性、公益性，最后不得已手段，符合比例原则，才是真正的合法，而且必须要有完整的补偿，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今天社子岛进行区段征收，整岛区段征收，强迫式的区段征收，
它有符合上面这些条件吗？没有一个符合的啦。刚才议员也提到说，哦，为了要协助这个居民啊，很多人住在这个地方，但共用一个门牌财产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弄区段征收，有这种道理吗？老百姓的财产难道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我们这个地方生活环境要怎么样开发？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去自己去规划吗？为什么这些官员还有这些御用的学者专家，他们关起门来，他们却觉得我们真正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要弄一种戒严式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区段征收，来进行开发，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啦。这个社子岛开发的计划土地使用区分有哪些呢？它首先有住宅区，住宅区是在哪里呢？这一个专案住宅区。好，再来还有商业区，商业区就比较多块，这边有一个商业区，这边一个商业区，这边一个商业区，所以商业区是有分作3块。再来是科技产业专用区，那是在这个地区。那这边我可以看到说，目前本来送出去是34000人，可以容纳这样多的人口。也是一个80%都是土壤这异化的浅市区，本来是11000人就已经是生态敏感区，现在住更多的人，34000人，结果内政部说不行，好，现在是4000人没有，是变3万人，是这样子。那是不是这样的开发？我们现在在讨论区段征收，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发，我们都限缩在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我们开放出不一样的想法？我们来听听关心这个案子的学者，他们说法是什么？特别是政府按算用生态写字岛来做写字岛的注释器，按算做9.65公尺高的布，国家中央生态公园做气风池，防止下一摆的写字岛会淹水。但是研究需在处理好加认为，写字岛头2条河坝交界的位置，往摆的动物淹水，唔适合喺高土去渡进。你一旦盖了高的堤防，首先不管里面住的是什么人，这些人一定失去了任何的防灾意识，因为政府永远都会告诉你说，我盖了堤防之后就不会淹水了，就永久解决水患危机。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存在，它一定会有更大的水进来，更大的水进来，它一旦发生灾难，它是很大很大的灾难。好加用之前日本关系淹水处理，认为遇到极端气候，甚至地区落台日造成的影响，提高土依赖做补。而且那个堤防的钱呢是不算在那个开发计划里边的，因为开发计划只算到了区段征收的负担的项目而已哦。那么高的堤防的费用，不晓得谁要出，大概是仰赖中央嘛。这些钱也是开发费用啊。你把它算进去以后，财务上是不能平衡的。研究都市计划的专家们认为，应该对原先详细来思考设计，係講遇到淹水時，本當地環境的破壞，是講到清地，未涉到清潔的時間豐年。下面是讓它淹水的，你真正呢要保護你財產啊，怕受損害的，是在可能的2層樓、3層樓的高度上面。我們叫潤性城市，潤性的意思就是說可恢復。淹了水以後呢，水垢无痕，全部设施都还在了，所以叫润性。它是一种比较是适应性的，它不是抵抗性的，这种比较是顺应自然的这种水患治理的方式，顺应自然的调试的方式，它不是那种抵抗的方式。那我刚刚说了，你一抵抗，它反而后坐力会越强。那你是慢慢，你是用比如说高脚屋的方式，现代高脚屋的方式，慢慢去适应它。好在专家做法认为，写字岛淹至係河壩跟村落嘅形成嘅地形、地貌隨時都改變，係咪適合做高密土嘅開發，係要斟酌考慮。好，其实原本社子岛是应该是目前是在低度开发的状态。我们刚说它不是没有开发，是在低度开发的状态。那刚刚我们讲说洲美这个地区呢，就也是在基隆河一河之隔，这个地区呢也是有一个产专区。那这样子2个科技园区开发，这加起来的人数的总量就超过有大概5-6万人这么多了。好，所以说这个地方还适合这么高强度的开发吗？我们现在再把这个临时动议的这个发言时间交给现场来宾。好，这位大哥。有关产专区部分，因为它画的是科学园区或是比较高精密度的技术性的那个园区，但我想问一下，就是从台湾到头到尾现在到底有多少园区是闲置在那边？它美其名是
科学园区或什么什么园区、绿人园区，但是显示率几乎都是到60%，是甚至到90%以上。那为什么还要在台北市再盖一个这样的园区？我不懂，因为传统来讲，我们这边虽然很多违章工厂，但是它是维持台湾一个多元化产业多元化的一个不得不的结果，因为我们盖了这么多园区之后，土地都被炒高了。一个园区可以高到跟住宅区或商业区一样的价格，那当然一般那种传统产业工业区囤地的问题也是很严重。那一般呢，我们这些产业，他们就是因为买不起那边的土地工业区，所以才不得已用农地或是在其他地方变成违章建筑，然后或是违章工厂。你如果从社大往上看，它是一片除了违章工厂跟住宅，它是一块很大块的绿地。那这块绿地其实它涵盖的是近这几年热岛效应里面，社岛一直还维持比都市还平均低2-3度。那你再盖一个，它可以算是不能说冰箱，至少可以把社子岛一些生态、一些温度给调节掉。当你把这边盖一个关度啊联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是台北是一个绿色心脏地带。当你少了这300公顷之后，又盖一个这么高密度的一个水泥体，那我问你，它这个热岛效应会到底好还是不好？我真的不知道。好，那位大哥，嘿，你的开发方案，不管是郝龙斌的还是柯文哲的，都是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区段征收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告诉各位，在这个302公顷里面，所谓6米堤防，现在6米堤防高保护层的240公顷里面，市政府的土地将近25公顷。国有土地将近23公顷，也就是说，如果说政府有考虑到说，社子岛在这从1970年以后7月4号以后，承受了大台北地区200多万人的洪患的威胁的牺牲的话，你就应该用私有地先投资，先盖专案住宅，或是国有地盖专案住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有的7个聚落，它不用灭村。那我在第二个再讲 ，iVoting 的投票率35.89%，里面这35.89%同意的59.89%，乘起来，也就是说，只有2成的人赞成生态社子岛，8成的人都反对生态社子岛。那为什么反对？不是单纯区段征收而已，一个。我牺牲了50年，结果最后你让我不知道去住哪里，变游民，最可怕的情形，又造成了灭村破迁，可能有出人命的问题。所以，政府如果没有一个良善的动机，他任何的方式都会产生一个残酷的行为。好，那一位大哥，嘿。我就是第一级，如果最快的话，就是明年要被征收的。可是我到现在我都还不晓得说台北市政府对我们福州这边有什么安置赔偿，没有。最快的话，我明年就要搬走了呢。剩下365天。对，不止，可能没有啦，不到啦。因为如果照林清龙您何去何从？对。然后我爸也不知道啊。我们第一期被拆迁，是最快动工几年完成？照他们计划，11年。11年，我们拿这些赔偿金到外面租屋，等到房子盖好以后，可能我的钱都已经花在租屋上面了。那我拿什么来买房子？你这11年来还会赚钱吧？我几岁了？我还有小孩子呢，我还有老爸呢。我爸今年80几岁呢。所以这个房子对你来讲虽然不大，但是却是你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础和根本。对，没错。那我想我们先把这个请台上来宾做总结跟回应，那就从何议员开始。嘿，我们今天都没有在谈愿景，我们今天所有的主轴都在谈我们宪法所保障，我们本身就应该有免于恐惧跟不安的这个权利。但是今天市政府，不管你今天怎样的开发方式，每一位居民都在讲我的未来该怎么办。安置这2个字真的有这么难做吗？好，谢谢。那我现在请郭宏仪郭律师。就是社子岛整个解禁键，它其实始于防洪，也是应该要终于防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强调的，到底大规模的开发是为了要解禁社子岛，还是解禁社子岛是为了大规模的开发？这个命题可能要先想清楚，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还是强调，在iVoting 的版本里面有一个烂的峡豆的版本。
烂内峡豆的版本里面其实是综合了许多的开发手段来规划，但是市政府最后定调的生态社子岛，它在环评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它没有其他任何的替代方案。这其实跟他当初提出来的3个iVoting 的方案是自打嘴巴的。好，那最后康老师，人是这个都市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行动者，人的需求是不是首先要被关照到的？如果人的需求，人的这个最基本的维生没有被关照到的话，是不是所有的开发案基本上都是空谈？如果我们现在去想象说社子岛什么商业区，我们不用走太远，去看看最近几个从大型的商业区，譬如说金华城做不下去了，要转变成叫做住宅或者是豪宅，这个后面你就想象社子岛他讲的34000也好，3万也好，其实它内政部核定是3万啦。它一定不可能只有3万，它的容积到最后包含奖励，包含商里面要含住，到最后就有可能到7万以上。所以这个后面其实有很多它的想象，可是到最后的真实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你现在跑到很多新的区段征收后的土地，有多少是狗比人多的？这是很多你在夜间去看它点灯率就知道有多少真正都是空屋。所以有很多我们对于台湾未来开发的期待是要面对真实的。那社子岛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是因为它的社会网络非常的绵密。除了我们刚刚讲减缩的趋势之外，台湾一定要面对高龄化。我自己的经验，包含自己家里的长辈，包含我们知道它的周边的照顾的系统，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机构性的照顾。所以这样子的社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适合高龄化的。甚至我们讲所谓的开发远景，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够去想象一些比较合宜规格的银发村？也许那样子的投资远比市政府想象的那种高规格的产业区还要来得真实。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老是都会把所有的愿景放在蓝图上，画出美美的一条河。可是说实在，每一个在地居民都在讲一件事情：旁边2条河，你在中间再给我剖一条河，用意何在？他就是因为他提了生态社子岛，但是所有人都在回应一件事情是，原来的生态全部不见，换一个新的生态社子岛，这是何来的生态？生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是什么生态？就是你原来的生态完全不尊重，包含社会生态，包含真实的自然生态，全部替换掉一个假的生态的时候，这是何来的生态社子岛？所以这个是一个蓝图式规划最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请市政府要注意，他在任期之后，他拍拍屁股走的是未来的下一任市政府要帮他解决区段征收所有真实要面对居民的问题。他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结果，因为他不会面对真实的政治，他只会画了蓝图之后，他说我的政绩让他通过。问题是你如何执行，不会在他的任期内发生，这是最恐怖的事情，因为他不会觉得他需要为那个地方负责。因为11年之后，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执政团队了。好，其实到6月26號，內政部都市計劃審議嘅計劃批嘅有條件嘅通過。其中一個輕重要嘅是講，而家看到嘅，假使用全期期團整數嘅判法來開發嘅時間，安置嘅問題嘅十分嚴重嘅，故所以附帶有3個條件。是来通过这样一个都市计划，但是它第一个条件讲说，安置计划要逐户列管，不管是有屋无地、无屋无地、有地有屋的，都要逐户列管，而且重点是在区段征收的这个计划审议之前要办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也许就是我们所有社子岛的乡亲，如果您对区段征收所有相关配套都存有疑虑的话，您必须在听证会上面很清楚的表达您的意见，因为唯有这个听证会它能够通过的时候呢，这个主计划才能够报由内政部进行核定。所以这是不是社子岛居民对于自己的居住了几十年，也被从1970年民国59年就开始限建禁建到现在一个最后的机会？係唔係啥都一天咧用全期期團整數的方式，將它毒片貼內貼入暗溝以後，做去叫公察暗溝的圍嗰個地方來圍起來。假使咧本來是遐當容易淹水的地方，又還要寫行較多人落來帶，係咪
人别为面对风险，迄进来进台咯。啊，想出的大家所有相信好来思考了让问题啊，请下礼拜持续收听村民台飞熊，他感谢，谢谢。